肌膚經常敏感、泛紅，甚至有暗瘡印、玫瑰痤瘡。想做緊緻提拉，但肌高能量，熱能令到敏感加劇。2026終於有一部敏感肌、暗瘡肌都適用嘅提拉儀器。韓國醫美界新草 Repton， 絕對係敏感肌或者怕痛嘅你嘅終極救星。Repton 適用於任何膚質、泛紅同埋敏感皮膚都做得㗎。韓國醫生推薦，擁有 KFDA 加韓國家川大學研究所臨床實證，佢可以追蹤炎症，幫肌膚降紅、修復屏障，一邊提拉一邊消炎抗炎，敏感肌嘅終極回春恩物。OK 喎，OK 好，係咪真係冇乜感覺？冇感覺，係完全冇冤嚟，完全冇喎，呢個好好喎，有啲真係冇感覺嘅，佢成日皺眉頭咯，好舒服啊！呢個正膠，呢個正膠好舒服啊！做完之後，從膚色、面型、輪廓全面升級，唔單止變得 firm 咗，成個人更精緻，想無痛無創總有韓妹高級面，即刻 DM 查詢啦！Repton 真係可以回春㗎！